讲一嘴思念的茶，绘一片故乡的画，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。欢迎收听《故乡生活台语诗》。桂花旁来的话，你伫桂花旁来工作一下昼，整理一个小小的花园，修剪一寡长长的野草。我伫桂花旁来看你工作一下昼，顶一个旧茶做的篱笆门，摆几粒咱会当坐的石头。咱伫桂花旁内做伙一下昼，迄青青的桂花旁，亲像在甲咱讲秋天已经到。对春天来到秋天，我伴你买花、种花、片花，伴你买草、种草、收草，伴你看闪过天边的流星。伴你看马路山的日头，只是古锥的囡仔，我敢会当一直伴你伴到老老老。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第3集，分享的是林凤珠老师所带来《桂花旁来的话》。先来去邀请林老师为大家做一个讲解。这首《桂花旁来的话》是我伫咧写我甲一个客查某囝，阮伫生活中所发生的一项代志。那有一摆呢，伊敲电话给我，伊讲我今仔日下昼吼，伫阮的小小的花园内底吼，伫咧整理我的花园啊，安尼。啊，我迄丛桂花，阮花园内迄丛桂花吼，拄啊开几蕊啊桂花，足清芳的。伊讲我不知不觉，我总念3句啊，迄毋知是毋是算诗安尼。伊讲要念互我听，我讲你念互我听看嘛。伊讲我伫桂花旁内工作一下昼，青青的桂花旁，亲像咧甲咱讲秋天已经到。伊的故事安尼。伊讲安尼敢有算作诗？我讲真好啊，这就是诗啊。至少安那，这种感觉，因为写诗就是写这种感觉。你将你的感觉写落来，佮甲押韵，吼，安尼会当引起共鸣，吼嘛好。袂当引起共鸣，家己写咱的迄个心情啊，安尼嘛好。你着将你的这3首去甲写好完整，安尼嘛是一首诗。那伊就讲好，结果过几工过吼。我甲问看看，你迄诗做起来无？伊讲无，我干那迄3句安尼。我对着伊这3句，我有感觉。我讲好，无安尼，你若写袂起来，我替你写。就是因为安尼，我才会来写桂花旁来的话。那这诗内底，我就写着我陪这个囡仔去买花买草咧种淡伊的花园啊，佮有因为阮拢爱看星，我迄当吼有。流星雨，阮就做伙去看流星雨，阮搁去看马路山的日头，所以我用这首诗甲记录阮伫生活中阮共同的兴趣阮共同的爱好。那伫这首诗内底，我所运用的啦吼，这桂花旁来的话，这个旁字吼，其实呢，国语念做芳，佛昂芳。那这个声母的佛转过来台语，伊就变做坡，有的所在伊会变做坡。我来举例，就是讲芳转过来旁，是毋是佛转过来坡？这其他吼，比如讲咱咧捧物件，国语讲捧个东西，迄个捧，迄个捧。那读音伊是佛，国语伊是佛，凤，
啊，有的所在伊会当念作捧在手心啊，捧在心上，捧在手心，伊是奉。啊，毋过即个奉吼，国语伊转过来台语会当变做啥？会当变做抱。比如讲，咱会当念作捧，奉转过来台语伊变做捧，那变做就是讲伊的抱转过来台语是抱的声母。啊，毋是安尼，即个抱转过来台语有当时会当变做抱的声母。比如讲，抱 A 飞机，咱念做飞机，毋过咱的讲话音念做飞零机，咱的读音念做飞机，就是类似这样不多讲，就是讲，当讲语的念做抱的时候，声母伊转过来台语会当念做抱还是抱，那一寡一寡即修剪一寡长长的野草那一寡迄个瓜就是瓜少少的意思，所以一瓜就是一瓜，迄个音完全拢无走去。那还有就是上重要伫即首内底，我大胆用古锥，就是古鸡，有音迄个意思佫无差足远。因为人咧讲，这个人讲话，这个囡仔很滑稽这个人讲话很滑稽，其实是爱念做骨鸡，因为这是形音字这个滑稽的旁边三点水，伊是加一个骨头的骨，所以伊本地的有这个骨锥的这个骨的音来骨鸡，咱就字面去甲看，就音去甲听，伊嘛是咱台语的骨锥的意思，它就是很可爱，很有趣。实在，若讲咱要写古锥两字，就要用古字。何况我是伫即个，我讲过讲，我甲我的客查某囝，伊会来做我的客查某囝，我会甲收做客查某囝，嘛是因为伊足古锥，它很可爱，很有趣，所以用伫即首诗，我大胆用古鸡这2个字。今仔日咱欣赏的这首诗内底有来写到桂花，上日起咱来邀请花草食物专家关秀品小姐为大家讲解桂花的特色。桂花，咱一般嘛有人叫伊高丽香，毋过咱上普遍的就是称呼伊叫做桂花。伊原产地就是中国的南部。咱一般拢会甲桂花摕来种伫咱的门口在过去有人会讲，甲桂花种在门口，就是有贵人，所以讲伊是一个咱一般咱的家庭拢真正喜爱的树种。若是细丛的时阵，咱拢讲伊叫做桂花；若是大汉，种真久伊有非常的价值性，迄叫做桂树，但是桂花伊毋是干那要闻伊的芳味而已，阁有人甲桂花摕来食，嘛有人摕来泡酒所以讲伊伫咧咱的食食即方面，有足侪人阁摕来做桂花露桂花茶拢有，嘛有浸盐蜜。若是伫咧食食方面，阁有人摕来做药用，伊的根。或者是伊的皮，阁有人摕来治胃病、喙齿痛，也是讲伊有风湿、麻痹的问题。伊的花嘛有人摕来做化痰、止嗽，也是讲乌青结肺的时阵，嘛有人用花来甲伊做药用。当然，这是一种较普遍咱看会到的搁来就是讲，有的人伊会摕来做治嗽用但是这咱若是袂晓用的时阵，咱是做参考啦。一般桂花伫咧咱的日常生活当中，上普遍的也是摕来伫咧做食食的方面，甚至讲咱拢会种伫咧门口，互大家远远都拢闻到伊的芳味。所以咱拄则讲，伊阁有一种的名称叫做高丽香，可能伫咧高丽外，就闻到咱兜的桂花香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，
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，林凤珠老师声诗，关秀品讲解自然文史，专门去电台制作，讲师主持。非常感谢你的收听，咱后一次再去继续空中再会。